王校尉，不好了，静儿小姐被妖兵抓走了。什么？你说，是不是你勾结妖兵捉走了静儿？不是我。大胆妖女，你声东击西，到底把公主接到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。不许你们诬陷我姐姐！住口！一方面是大闹婚堂，另一方面是妖兵劫走了静儿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？你是不是怕静儿跟王大哥成婚，故意施此计？真是歹毒！我说过了，不是我。你不去抓妖兵，在这与我纠缠，不怕妖兵杀了李靖吗？闭嘴！不许你诅咒静儿，我非除掉你这个妖孽！住手！王大哥，告诉我，静儿在哪里？你也不相信我？静儿是无辜的，你不要伤害她。她是无辜的，那我呢？我是妖，所以就有罪。你就是个妖，而且是一个剜心的妖。我今天非除掉你！师姐，放手啊！快带小薇姐走！放手！快带小薇姐走啊！你放手！快走！放手啊！你不放！姐姐，我们走吧。快放手！走啊！松手啊！师姐，你放手！放手！快走！放手！谁是你师姐？我没你这个师弟！我刚拿出盖头来，就见妖兵把小姐抓走了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小姐。王校尉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把小姐救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静儿救回来的。王大哥，我知道妖兵把静儿抓去哪儿了。原来你是万古族的二王子。没错，我是万古族的二王子。我之前是怕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麻烦，所以隐瞒了此事。我也是上次受伤，被族人带回去疗伤，才知道妖兵是王后所为，为的是取静儿的金黄心窍，救我大哥的性命。我以为妖兵被庞兄弟设计打败，不敢再来，但是没想到今天又出现这样的事情，都怪我。不怪你，都怪我太大意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去救人吧。哎，要不要告诉李将军，派兵援手啊？此事不能过于声张。首先，静儿的身份不能暴露，大张旗鼓的出兵过于张扬。第二，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是万古族把静儿抓走的。如果贸然出兵的话，可能会引起两族人的战火。王大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还有什么比静儿更重要的吗？你不明白的。静儿比我更珍惜老百姓的性命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把静儿救回来。郑贤弟，你熟悉万古族的地形，麻烦你带路。阿莲、庞郎，麻烦两位一起帮忙吧。好。有些人与妖为伍，跟我可不是同路人。师姐，就算你不把我当师弟，我也会一辈子把你当成是我的亲戚。再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救公主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胜算嘛。阿莲，就别生庞郎的气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就算给你个赎罪的机会。不过王大哥，我担心4个人会不会有点势单力薄？这个不必担心，我毕竟是万古族人，在族里，多数人跟我是亲戚，
我们4个人去，不容易暴露行踪。要是人多的话，反倒会招惹麻烦。说的没错，敌明我暗，方便行事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上路吧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？金皇公主，我可等到你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你的心，救我的王儿。不，别碰我！哎呀，既然人已经抓来了，就赶快动手吧，抓紧时间，快点把他的心挖出来，给我王儿换上。王后，稍安勿躁。按照大王子的生辰八字，要等到晨曦吉时，那时阳光普照到大王子身躯，将大王子身上的阳气与晋公主的阴气相融，方能换心。你讲的是真的？我费了这么大心思将人劫来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？也罢，就让他再多活几个时辰。反正人已经到了我的手里，我就不相信他能飞出我的手掌心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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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回事？你干什么呢？起死回生，本就是逆天而行。这些平常人承受不住，也属正常。王后，你有灵物护体，莫急莫慌。别骗我！你别想再骗我！我命你立刻取金黄心窍，立刻！时机未到，恕司徒不能从命。王儿，王儿啊！骗我！你一直都在骗我！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救我的王儿，你不过是在利用我，你不过是在利用我！我拿你的命，我拿你的命祭我的王儿！孽种！
快救公主！小维，我是替你取心窍换心的，杀了他，心窍就是你的了。小维，小维。小维，小维，带我走。彩雀，姐姐，哎，彩雀，姐姐，姐姐，静儿，彩雀，你拉住我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找姐姐。小维姐有福生大哥保护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呀？那么厉害？就你这个半吊子，我能不帮你吗？这是我爹留下的遗物，怎么在你这妖手里？拿来！哎，小姐，你居然把我爹留下的遗物给弄坏了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彩雀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这叛徒，败类！静儿，你醒醒，静儿。妖点。